好啦，11月26號咧下午2點45分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單咧震驚全港黃福苑火災嘅事件。咁咧係差唔多有7座嘅居者有其屋咧係被火燒到非常嚴重。咁網絡上面有好多嘅揣測啦，即係話究竟會唔會係有人食煙啊？咁亦都係有一啲片段咧係真係影到啲工人咧就係喺個棚架嗰度食煙嘅。另外其次咧就係嗰啲網布咧究竟符唔符合標準咧？呢啲防火網咧係如果係不防火同埋防火咧係相差差唔多3至4成嘅價錢，會唔會因為工程公司咧偷工減料咧？涉事嘅公司咧就係呢個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啦，咁佢係一個承辦商啦，整個工程係講緊3億元。喺27號嘅凌晨咧，警方咧已經拉咗所有嘅負責人同埋承建商噶啦。因為基於我自己住大埔啦，咁原本咧我睇嗰條片咧以為係 AI 片咧，點知翻到去嘅時候咧見到滿天都係煙，所以咧其實咧都知道咧係真正咧發生咗一單咧災難級嘅一單火災。所以我睇到嘅時候咧，我係好心噏，直頭係好難過啊！即係唔夠膽想象係發生喺我自己住嘅地方附近，就連我屋企咧出邊咧都有嗰啲灰塵啊！其實早上嘅時候咧，我就去到呢個東昌街嘅體育館啦，亦都睇到呢一啲好感人嘅現象，就係一班年青人咧好齊心，好早就已經去到體育館嗰度，已經係話要幫手。咁除此之外咧，我見到好多物資，無論水啊、食物啊、棉被啊，所有嘅嘢，香港咧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係真係睇到咧，香港人真係好正，即係睇到係好感人啊！亦都睇到嗰啲年青人好幫手，特別係今早嘅時候咧，見到呢個場景咧，真係好感動。咁好不幸啦，即係我哋而家講緊係有好多嘅死傷啦，仲有一啲人咧仲係失蹤緊啦。咁我就好期望咧，真係好快咁樣揾翻到啲災民。咁最後咧，即係都唔講咁多啦，亦都唔做任何嘅揣測啦，因為都即係留翻俾有關當局去調查啦。咁即係呢件事，我覺得就係第一係好傷感啦，即係好震驚啦，咁其次就係睇到我哋香港人嘅團結啦，我哋睇到香港年青人嘅愛啦，唔止年青人嘅好多即係捐物資啊、捐棉被啊、捐食物啊、水啊嗰啲都係即係好有愛嘅一個地方，我哋真係確實咧係一個好有愛嘅地方生活。最後咧，即係多謝消防，多謝消防員。咁我亦都俾咗個電話我一個消防員嘅朋友啦，咁佢就琴日放咗假，咁我相信今朝咧佢都要去支援。咁福佑香港咧，希望香港能夠大步攬過喺呢個火災當中咧，盡快可以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呢個係我嘅祈願。